各位深水埗浸信會嘅弟兄姊妹平安，好耐冇見啦！我係鄭介德仔。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係唔識我嘅，所以我而家要介紹一下自己。我而家住喺加拿大嘅大多倫多區。我出世呢就係返深水埗浸信會，數落而家呢有50幾年㗎啦。好感謝神，我有機會可以喺大家面前喺70週年紀念嘅活動入邊講幾句感謝嘅説話。好感恩我可以喺教會入邊成長，亦都接受咗好多聖樂上邊嘅栽培訓練。亦都有好多侍奉嘅機會，除咗詩班員之外，仲有係領詩、司琴同埋指揮。呢啲嘅經驗豐富咗我音樂嘅能力。除咗我能夠可以直接用音樂去侍奉神之外，我仲可以用音樂成為我嘅終身職業。有啲人覺得可能我嘅侍奉係一個付出，但其實我所得到嘅呢係比我付出嘅多好多嘅。我首先想多謝嘅係已故嘅謝禮明牧師，佢當年有一個好前衛嘅決定，就係喺教會設立咗聖樂幹事呢個職位。鄭弟升先生就係佢聘請嘅聖樂幹事，而佢喺聖樂上面嘅貢獻，我係唔需要多講。我係受惠於鄭生鄭太專業嘅教導，打好咗日後入中文大學音樂系嘅基礎嘅。我相信鄭生鄭太如果唔係喺我哋當中，我哋唔會有一個咁健全嘅聖樂部，亦都唔會有一個咁健全嘅詩班體系，亦未必咧有咁多聖樂人才出現。跟住我想多謝嘅就係范道霞姐姐，佢係我嘅啟蒙鋼琴老師。如果冇咗佢，可能我係冇機會學琴嘅。佢將兒童詩班搞得好有趣，增加咗好多嘅活動。佢同嘉琪哥哥呢，帶咗我哋去帝后酒店啦，去筲箕灣浸信會啦，去鑽石山浸信會啦，去柴灣浸信會啦，嗰度嚟到獻唱。好多謝佢當時付出嘅努力。仲有要去多謝嘅就係劉錦輝哥哥、梁麗文姐姐、羅偉森 Sam 哥哥，佢哋教咗我好多嘢，而 Sam 哥哥佢更加教咗我好多嘅聲樂同埋指揮嘅基本技巧。佢亦都咧做咗一個忠心侍奉嘅榜樣。移民之後，我仍然係一個鋼琴老師，喺教會我仍然有帶敬拜隊做司琴同埋做詩班指揮。好多謝深水埗浸信會嘅栽培。願主祝福大家，成為深水埗明亮嘅燈台。再見。